Hi guys，this is UC。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3月14號呢個節日。3月14號咧就係白色情人節。呢一個節日咧其實源自於日本，咁係由一個日本嘅糖果工業協會所創立嘅。目的咧就係希望鼓勵男性咧就係將一啲佢喺情人節，即係2月14號收到嘅禮物咧回贈翻俾送俾佢嘅人嘅。咁大家冇聽錯，2月14號咧其實喺日本咧係鼓勵女仔送朱古力啊，或者係送嘢咧係俾佢心儀嘅對象。咁其實白色咧就係象徵純潔或者係一啲甜蜜嘅回應。咁白色情人節咧唔單單咧係一個回禮，其實咧就係更加強調咧就係用心同埋表達愛意同埋感謝嘅。嗱，整個咧咁有儀式感嘅嘢咧，俾我就覺得好似係催谷一下嘅消費嘅能力啦，消費嘅機會啦。但係我又覺得諗深一層咧，其實咧呢個有來有往嘅一個交流互動又幾好喎。咁呢一個道理咧，其實你有冇發覺其實都適用於每一個嘅親密關係，例如爹哋媽咪啊、兄弟姊妹啊、另一半啊、生活嘅伴侶啊、朋友等等。我嘅意思係咧，其實每一個 relationship 啊有一個嘅關係，即係譬如如果一個人淨係追一個心儀嘅對象，而對方係冇意思嘅，其實嗰個關係就已經唔成立。又或者去到拍咗都好耐，開始要經營呢一個嘅關係嘅時候，其實只係單方面嘅經營咧，另一方面會覺得吃力咧，亦都冇乜意思嘅。如果你都不努力，只有我自己在跑，那我幹嘛結婚？甚至乎一啲朋友啦，淨係得你遷就佢嘅，你慢慢都會有少少怨言啦。咁所以我認為咧，其實呢個3月14號嘅意思都幾特別嘅。其實係一個回禮咯，係一個關係有來有往嘅意思咯。雖然佢都係即係借啲意可能做消費嘅模式咁，但係我會覺得每一段關係都係要互相付出同埋互相尊重，有來有往，先至可以有一段好嘅關係嘅經營。單方面付出嘅愛呢，嗰個愛唔係好成立咯。好啦，今日係咁先啦，下次再講，拜。